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互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着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仔讲的这个议题，小详吼是这武汉肺炎啊，新冠型病毒啊。咱要讲的这个部分是吼，咱农业局的部分啊。咱这我一开始先来看一个影片，影片了后，咱做伙来开讲。就是我们的台南的大家长，我们的黄伟哲市长要请大家的这个金钻凤梨汁。台北诚品信义店3月20号，即天都有厚厚的台南味，不只有甜蜜蜜的往来接待招待大家，也有沙白鱼、酸鸭肝、放山鸡、芦笋、往来等等的农渔产品。这个由着台南市长黄伟哲带领的台南农特产品展示活动，28间的农家187项的新鲜农产，伫3月20号到4月5号，要来打动台北人的心。高兴能够来到信义诚品，能够推广台南的这个农特产品，希望能够伴随着书香、还有菜香、还有果香，能够呈现给我们台北市的好朋友最好的这个礼物。也就是说，我们28家优质的这个台南的农特产品，包括农会、包括青农、包括农企业啊，还有包括这个水果业哈，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健康食品。那有时候在防疫期间，大家不方便这个远行，但是事实上是可以就近来诚品书店，能够来品尝最好品尝并且采购最好的台南的农特产品，那各式各类都有。我一直来表示讲，这届不只是将台南在地农渔特产含着诚品信义店结合，而且也邀请了有30档煮食经验的爱心总铺师蔡水成现场来示范传统料理沙白鱼、乌牛鸡。好，完成。我们现在就要请总铺师带着我们的市长来我们的虱目鱼五柳枝走秀时间来洽。来，那请来多买一点哦。好，我们请中间走道清空一下好吗？来，我们请市长跟总铺师往前面走一点点，走到我们的台下，让大家近距离的看这道佳肴。再往前走一点，总铺师。好，好停，好，我们把菜举高高，请媒体来拍。我这些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千挑万选的优质的农特产品，所以每一样在过去都有蛮好的销售记录。我们也曾经有一样面3个月卖650万所以说这个我们是对我们的农特产品的销售业绩是深具信心，因为我们好所以就不怕人家比较。那局长孝亲来指出，这次有8间的农产、3间好米、2间的畜产、4间水产、4间农村好米、7间青年农民，总共28间。台南农产赞不赞？赞！有人形容讲吼，这个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吼，敢若像讲是第3次的这个世界大战啦吼。你来看吼，已经有遮济人哦，我看到这新闻媒体吼，伫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万人吼得到这武汉肺炎啊。这个因为武汉肺炎来过往起来哦，这个人数吼一天一天吼拢在增加啦吼。到底这个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这个疫情呢，什么时阵会结束，拢无人知吼。是会一天搁比一天较严重，或者是讲吼会慢慢吼来趋缓吼，咱嘛拢唔知影吼。但是咱知影的是讲，因为这武汉肺炎吼。打乱咱生活的这个步骤吼咱每一个人吼，每一天吼，拢安尼吼，人心惶惶啦吼。有个人哦，每天宅在家里面，根本都唔敢出门。但是咱嘛无可能讲拢无出门啊吼，因为咱在家衣食住行可能拢需要啦吼。那么伫这个部分呢，咱市政府除了讲对着这武汉肺炎的防疫的一寡吼，这个工作要做以外。咱嘛伫这当中爱照顾咱民众的这个生活哈。那么伫这当中，有个人吼，可能因为这个疫情去这个大卖场去搜刮像什么卫生纸啦吼，咱以前的迄个口罩，迄个免讲啊吼，即嘛搁有一寡民生的这个物资啊吼，比如讲像泡面足侪人讲去买泡面，因为方便嘛踮厝内底泡就当食吼。那么伫这个当中，咱市长他头脑筋也动得很快赶紧的，把咱的农民的这个
咱伫台南市吼，家己嘛有一寡面，吼有一寡面食，吼，这拢本来的品质非常的好。伫这个时阵呢，先煞甲咱的这吼面食呢，甲伊推广出去啦，吼，讲咱台南市即马目前有10项的这个面食，吼，小等下咱请今仔贵宾来甲咱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吼。那么咱市长呢，伊来推出吼这台南好面，哦，除了讲咱这个台南好面以外，咱今仔节目当中要过来甲咱乡亲朋友来报告，就是讲，伫即届这个疫情吼，对着咱农渔民到底伊有偌大这个影响？啊，除了讲咱来推广这个台南好面以外，咱阁有来推广吼其他这个农产品，也是讲安怎来应用呢？伫今仔节目当中，咱邀请到今仔贵宾，就是咱台南市农业局局长吼谢耀清谢局长，要来甲咱乡亲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局长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那么讲到吼，即届这个疫情啊，吼已经几个月啊，吼啊，当然啦，吼各行各业足侪人拢有受到影响啦，吼啊，伫咱台南市嘛是有影响吼。那么伫农渔民呢，因为咱台南市，尤其是咱过去还未合并升格进前，就是咱台南县的部分有足侪这农民、这渔民吼，对着因吼即届吼，即武汉肺炎，敢有甲因足大的这个影响。啊，咱市政府是安怎来应应？是啊，谢谢我们妍妍姐吼，咧关心咱这农渔民的代志吼。啊，我想咱台南市吼，我当兵一般是生产这水果吼，甲中央呢吼，这高速公路吼，3号高速公路甲1号高速公路是咱嘉南平原吼，主要是蔬菜，加有这个鱼粉啊，个甚至呢，加迄个畜牧业为主吼。离这个国道1号以西呢，大概拢是这个养殖渔业甲大部分哦。17号以西呢，拢是海水养殖。咱这个东平吼，水果的部分一般今年呢，大概做的部分是按12月。到2、3月吼，是这个产期，所以做啊是已经大概这个产期过啊。今年咱嘛有销10吨呢，去到日本吼，咱做农吼，大拢大产期。受到影响较大呢，目前咱的产期吼，第3月到5月这段是这个凤梨，凤梨呢是因为大概咱有5%呢是销去外国吼，其中97%呢是销到大陆所以。即个因为大陆吼，这疫情的严重吼，所以大概有一点这产量有降低。鱼仔部分呢，咱是五桂鱼交这个沙白鱼为主，大概用这个清明才开始放养，所以是目前对鱼仔应用较少。另外这个畜牧业呢，最近的价钱吼嘛稳定，然后皮价拢1公斤拢65块以上，这2价拢29块以上，这肉价嘛要50块以上吼，这个畜牧业。目前是稳定啦，甚至也量吼也要稍显有一点不足安尼吼。不足哦。因为咱的内需市场以内需为主啦，咱畜牧业是以内需为主，在外国进口以外，所以进口的量可能有受到影响，所以还有一点不足，所以现在价钱都还很稳定，大家拢唔看钱。所以咱这个农业局吼，对着这个农民的这方面的照顾吼，咱嘛是有去一寡，就是讲吼，有替因咧把关啊，替因吼咧注意啦，所以吼咱遮吼无受到足大的这个影响啦吼。因为这产季的关系所以目前阮立即咧处理的就是往来吼，往来咱咱大概有种差不多1500几公顷吼，分布伫这关庙、新华、三乡、两家迄个关庙归隐这个区域啦吼。大概伊生产量有73000几公吨，目前呢采收量应该已达到30%了。4月嘛开始要盛产的时阵啦，所以我们大概有启动一些机制因为外销吼，因为统计大概有降低大概1成多吼，要到将近2成，所以差不多要500公吨。未来讲的500公吨，袂当去销到大陆，还是讲销到其他国家。所以呢，咱伊就有启动加工的机制，就是讲因为咱农产品拢有一寡格外品，嘛有一寡规格品较水的这产品咱袂内销，袂外销。这格外品呢，咱就启动加工机制。目前呢，咱有启动大概2000公吨的加工机制随时在 stand by 万一咱的产量更大的时候，这些规格外的这些凤梨就可以进行加工，
迄落较水的往来吼，会当送到批发市场。啊，嘛有咱的农民的农会呢，伊有透过网络直销吼，会当去网络订购，还是讲打电话去农会，伊会当来送啊搞货到付款，等等很多的这个包括宅经济的这个管道。啊，而且咱嘛有办真侪活动啦，你甲咱的民众讲，因为往来吼，那富含维他命 C 啊，富含维他命 C，所以大概就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对，多吃凤梨呢，我们加强免疫力就可以抵抗一些疾病。所以咱伫这部分啦吼，配合对咱的这个生产的量啦吼，啊，搁有咱市场的这个需求啦吼，咱有做一个弹性吼，这种因应的措施啊吼，袂讲吼，互咱的这个民众所种的，也是讲因饲的这吼鱼产品啦吼，太多啊卖不出，也是讲吼太少啊，咱的民众买袂到哦。那么伫这当中，咱有做一个弹性的这个政策吼来因应啦吼。那么就是讲，民众伊就是讲，咱即马推广吼啊，但是呢，有的民众啊，他可能要买。吼，我知影，因为我即马可能无啥去菜市啊嘛吼，啊，但是我要买的时阵。像这往来啊，是讲这农产品啊，伊要透过头拄咱局长讲的啦，比如讲网络买也好啦吼，还是讲要用打电话来买也好啦吼啊，但是他要怎么样在比如讲网络上搜寻，要找到咱的这个网站？是，我想吼，咱有7大这个网络电商平台啊，比如讲 PC Phone 啊、Momo 啦、东森购物台等等啊，有7大广。他们都有在做直销这个凤梨的这个网购，而且这个农会吼，伊嘛会当迄个买当来甲订啦，吼，伊嘛当加搞啊，甚至我们有辅导一些农民呢，他也有他的，可以用汇款来跟他订，或是用电话跟他订都可以吼。啊，而且伊这个伊嘛有一寡好的回笼去甲拍卖市场吼，大概也可以卖很好的价格。所以阮一直咧监控哦，咱这往来的产量，甲伊销售的过程，要让农民哦，可以赚钱。就是讲，其实吼，以前农民你讲伊种往来，伊就是可以去菜市啊卖嘛吼，也是讲有一寡吼，什么行口啦吼，透过这种。传统的迄个过程啊，去卖哦，这消费者啦吼。但是因为即马时代改变啦吼，大家拢电脑、网络吼，伊时代可能古早咱农民有的人可能还阁袂晓操作电脑啊，袂晓吼上网啦吼。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因为不会啊，咱就无这个管道，所以咱市政府吼，咱农业局这边就是会甲咱的这个农民辅导，互因吼会当这个网络吼，销售出去啊，互因伫这个当中这个通路是畅通无阻。是啊，不但安尼吼，嘛甲往来吼，伊这格外品吼，主要加工之外吼，做成果汁、果干，嘛甲提升伊的附加价值，比如讲凤梨酵素、凤梨醋等等吼。咱本来一罐当卖到500块，伊用3条往来，咱加出500块的这个酵素来吼，大概也会辅导农民呢，交一寡学校结合吼，提高我们这农产品的附加价值。这是一个例尔啦，我举一个例，比如讲咱的芦笋吼，芦笋本来是咱伫将军吼有绿芦笋，绿芦笋呢，因为咱农产品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袂当规格化嘛，所以伊要甲。有5大通路啦，全联啦、家乐福啦、爱买吼，到这些通路，他们都规定都要15公分。啊，但是芦笋呢，一支差不多20几公分吼，伊尾爱切起来，切起来才会变做伊的下脚料。但是这下脚料呢，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哦，这边的营养成分是最好的，所以把这摕去做萃取就要多糖体。伊嘛叫咱将军农会叫咱新农大学去合作，伊把这些多糖体提炼出来，可以做成清酒。提高一些价值，把它下脚料也可以提高它的价值，然后把这规格化的可以往市场去卖，这样就造成我们农民提升伊的那个收入。对，所以民众就是讲咱农民啦吼，当然竞争因来讲哦，做内行的嘛吼，但是有当时啊，伫个销售啊是讲吼，伫这个要安怎甲这个物件，佮增加伊的这个经济价值，有时候它不一定能够了解到这个层面啊，透过咱农业局吼去甲因辅导，吼，互因有较侪的这种面向。咱的就是你头拄讲的芦笋吼，咱就知影讲会当有
更较侪种的这个方式啊，附加价值来互因增加因的这个收入啦吼。所以吼，咱伫这方面哦，咱市政府咱农业局嘛做照顾着咱这个农民的这个生活啦吼。啊，如果咱节目一开始啊，我就讲着啊，吼，像咱乡亲朋友最近可能伫媒体顶悬有看到，哦，咱市长咧卖面，哇，这面吼10种呢吼。是。来大概介绍一下好不好？是甲大家一个观众朋友报告吼，大概咱的农会吼，咱台南市的农会吼，嘛真有创意啦，伊结合一寡学校啊，一寡食品加工系的老师吼，啊共同去研发因当地特产的这个面吼，比如讲，你这个你看这乌乌的吼，就是迄个咱德家迄个农家吼，伊用迄个伊遐生产德啊吼，德啊了伊甲萃取伊迄个木醋液，变做伊的木炭哦，它可以当做品质好的，可以当做一种吸附剂哦。它如果品质不好，它可以当肥料。伊嘛甲这元素吼，加到伊的面变做竹炭面哦。另外咱迄个大来有出糯米，变做糯米面哦。北河有出莲藕，变成莲藕面哦。关庙有凤梨，伊把它变成凤梨面哦。甚至关庙面。咱台南市农会呢，伊嘛有这个出产牧草吼，伊叫牧草面哦。所以关店呢有出咱菱角，也叫做菱角面哦。他们把在地的食材哦，把在地的农作物结合在面里面哦，对，让我们的面的营养价值更高。其实面真好处理啦吼，你也只要个。咱市长嘛非常有创意哦，伊嘛非常高推销所以吼，伊甲这个面吼拌咱的这个虱目鱼，咱台南出上大产的虱目鱼哦，虱目鱼酱，伊这个汁吼甲搅面吼真好食，这嘛是我细汉哦，大家大汉的一个料理。你说的我有共鸣哦，我记得我细汉的时候吼，阮遐庄卡就足侪人吼，他们在农忙的时候有当时要吃点心嘛吼，就是用这面煮这罐头，对，就很好吃呢。是啊，这三文鱼罐头嘛真有营养吼，沙巴鱼哦是咱那个个milk fish 吼，牛奶鱼吼，这营养成分非常高，钙质又很高。而且咱台南最上济，即摆嘛有咧考虑讲是毋是咱的沙巴鱼会当去来销日本吼。虽然最近吼因为疫情的关系啦，所以但是咱嘛袂使甲这个销日本的计划去停顿吼。本来阮今年有这个外销的计划要去日本卖这个往来，卖往来啦，卖船啊，卖加带，卖刮啦，卖澳洲卖往来吼，等等遮拢有。这检疫条件拢已经拍开就是爱看这市场的接受度去促销吼。但是呢，随着疫情呢，今年可能会当过，所以阮未来嘛会考虑讲，用线上展示，咱来用这线上展示，甲外国人去做线上咨商，这产品是毋是咱个顺利甲卖出哦？这是阮未来一个构想。这沙巴鱼哦，是咱台南的大宗啦吼。未来阮要列入一个重点项目，看咱个销。这日本卖吼，日本市场是。好，来咱讲到这个所在吼，咱来看一段影片，看市场安那卖咱的台南好面。是。各位好朋友，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随着新冠肺炎的疫情逐渐升温，大家开始去抢一些东西了，抢卫生纸，抢泡面，但是。根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表示，事实上是不需要太恐慌的。但是如果你要去买面的话，你还在买这种泡面吗？不用跟人家去抢泡面了。你看这么多台南市各农会都推出的好面，你还在吃那种泡面吗？这种面是比较健康的。我来跟你介绍，这里有小英总统最喜欢吃的芝麻面，还有我们酪梨子做的面，还有我们的竹炭面。还有火龙果面，还有这个莲藕面，还有我们的关庙牧草面，还有我们菱角面，还有我们的芒果面，还有我们的这个芦荟面，还有盐水日晒意面，还有关庙面。有了这么多健康的好面，你还需要抢泡面吗？所以请来选购优质的台南好面吧，请洽各农会的网站哦。做得更好，过得更好。我是黄伟哲。放进去，好吃的不得了。各位好朋友，还记得我吗？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又来了。
为什么？因为我是标准的吃货，好，反正好吃的好玩的，你来问我就对了。那难怪我当了市长以后增加这么多公斤啊！好，但是不管如何，我们推销台南好吃好玩的地方，就是我们市长的本分。那你记得去买过台南好面了吗？这都很好吃。但是今天不管你吃什么面，如果你没有附酱料包的话，你一定要自己找酱料包，要不然你只吃这样的面哦，虽然是好吃，但是似乎少了一味。那要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要介绍你好吃的鱼罐头，例如我们来自将军北门七股的好吃的鱼罐头，好，还有这鱼罐头是什么？是我最喜欢吃的，这个是什么？红茄，大家说茄汁青鱼，我告诉你，我们茄汁虱目鱼一点都不输茄汁青鱼。那这个而且这很方便啊，你如果要吃那个鱼罐头的时候怎么办？好，找到了，你就把这个罐头要打开。打开了，你看多好吃啊！这样的一个鱼罐头，要给它馋馋的、很豪气的、熊熊的，给它放进去，这么好吃的，这样就是一碗好面了嘛，对不对？而且又料好实在，多好吃啊！你看，刚刚本来是单调的白白的面，现在变成这个鲜红四色的茄汁虱目鱼面。多好吃啊！流口水了吧？好，但是你如果是阿弥陀佛了怎么办？你如果是老A啊，明天才被夹菜哦。如果是要吃素了怎么办？我们也有啊。你把面这个跟破布子，破布剂，你这个破布子对胃很好，这个是专家讲的哈。还有我们黑豆硬瓜，老 A 啊，你要来夹熟啊，然后我们这个芝麻酱也有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这样吃，好吃的不得了，就是要这样吃。北门有水晶教堂，这个要去拜王爷，我们南昆生庙也很好啊。那西谷呢？西谷去圆山也很好啊。将军欧汪文衡殿去拜关老爷哈，文衡帝君也很好啊。你看，说着说着，我就把这个面吃完了。市长，那个虱目鱼有没有刺啊？没有刺的虱目鱼，吃完了。这是优格哦，优格跟芝麻酱可以煮面包，这叫黑白配。为什么叫黑白配呢？优格是白的，这芝麻酱是黑的。当你白的加黑的，优格加芝麻酱弄起来超好吃。好啦，为了节目效果，真的把这芝麻酱给开了啦！新鲜的芝麻酱，黑白配，这是西港的芝麻酱。善化跟西港都是台南最大的那个芝麻的产区，兼具营养又美味。那你面包有烤过没烤过都没关系，是第1号是验的。优格芝麻酱，酸酸的优格味，还有浓浓的芝麻味，好吃又营养，包你一天有活力，好吃。试验成功，台南冠军好风味就是这样子好滋味。咱今仔讲到这个武汉肺炎吼，伫咱市政府为着要照顾着咱的农民啦吼，咱市长吼去卖这个台南好面吼，拄仔有介绍吼这10种啦吼，像拄仔咱咧讲的比如讲竹炭啊，竹炭也袂价值啦吼，但是咱甲应用伫这个面内底的时阵，咱竹炭的营养。就伫即个面内底，咱就当吸收吼。像即个菱角啦吼，还是讲吼芦荟啦吼，有当时有的囡仔吼，他会偏食吼，有即是讲你平常时对着这有当时你无啥爱食吼，那么你无啥爱食，你用这种的方式，转变伊这个方式，咱嘛是相像利用这种方式，甲咱的营养吼，加入去咱的这个身躯内底，也是一样的吸收啦吼。那么伫这部分，咱知影吼，市场做拍拼，咱农业科嘛做拍拼吼。那么咱10大好面，咱进目前好像听说销售的业绩很高，是不是？请咱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这个分享。阮黄市长吼，伊非常有创意吼，伊一个下晡吼，甲一个透早就打电话给我吼，讲吼，咱的进吼一寡民众咧抢泡面呢，咱来毋来甲咱的好面吼来做一个广告，所以吼伊就叫阮甲送伊的市场是，伊会家己
用直播呢，3月20啊，叫阮3月23吼，啊去统计起来，已经袂150万啦吼。啊，迄个在做面的农会，伊讲好，阮拢加班咧做吼，啊，迄个有大家拢有够欢喜的安尼吼，所以阮市长实在是有够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市长。那么吼，对着这个农民吼，咱当然市政府啦，咱社会局都拍拼咧认真咧甲照顾啦吼。未来咱阁有啥物计划？是迄个甲各位观众朋友报告吼，因为咱的农产品吼，应该是按产制促销吼，加上观光吼，这未来阮就是一个想法啦。因为你爱好的产品吼，该当迄落伊的适口性、伊的价效、伊的品质拢好的话，咱民众该当接受嘛。所以未来阮的农产品吼，应该发展这适地适种，或是适地适养哦。鱼啊应该饲海边，还是咸水地，安尼伊的肉更较好食。这什么所在呢？关庙来种王兰，麻豆来种文旦，伊个莲子来种伊白河，哦，等等啊，咱的咖啡种伊咱的东山，哦，等等这吼，我们会适地适种。适地适种了呢，还要精准管理，哦，咱的肥料呢，莫用伤侪污染环境，然后咱的药品呢，咱的尽量减用哦，甲袂药物传流，甚至我们会做一些认证，哦，台南上青的品牌吼，可以。一定要有产销履历，或是要经过检验合格呢，才能得到我们的标章。我们未来会推标章，在地的新鲜标章。而且呢，有这个产以后，有好的产品之后呢，大概要如何制造哦？所以我甲大家有报告过啊。咱的关庙吼，伊就有一个关庙的往来加工厂，伊甲附近区域呢，这农家啦、归仁。新化、山上这往来呢，来个集中做加工吼，这可以区域的加工厂，而且未来要结合观光吼，咱去会当品尝这些产品之外呢，把这伴手礼带走，所以我们应该未来是产制促销，还要加观光吼，把带动我们整个台南市的这些农产品哦，不管是农产品、渔畜产品哦，等等这些产品哦，我们会做区域的整合，按这个。产品的品质吼，确保产品安全，然后它的制造过程也安全，然后它的产销有多元化的通路，会当好的，会当迄个宅经济拢买得到的，会当网络平台，会当迄个电话卡也来上搞，等等甚至我们拢会当个小一外国哦等等，我们大概有做1年算的规划，在过来马上带动观光，到我们台南来观光，就把我们的农产品带走，包括我们有一个巴士廊道的计划，以及这个国道哈，那个东西向84号，也有真侪这个交流道哈，落去。可以当来买一下农产品哦，这按单边跟西边哦，就可以带动我们一些农产品的一些促销。是，咱农民种植啦，是讲渔民吼，因咧饲啊，这种足辛苦啊吼。但是咱消费者伊要购买这个产品的时阵，伊嘛是希望讲咱买到的物件是安全、健康吼，有营养的啦吼。伫这个当中吼，咱市政府算伫中间做把关吼，互咱的这个农民伊有一个准则啦吼。有当时讲比如讲因有当时较无了解，可能迄农业可能伤重啊是安嘛吼。那么你到发生的时阵，要卖互消费者，让消费者无爱买，哇，伊嘛足凄惨的呢吼。所以伫这个当中，咱就是头拄咱局长讲的，有一个标章，互因一个准则。去遵守，按照这个准则去遵守的时阵做好，那么要销售出去就没有问题。好，咱消费者买的时阵，因为有这个标章，咱买人，嘛感觉讲，我们很安心啊，因为有市政府咧替咱做把关啊，所以伫这方面哦，咱市政府扮演的角色吼是非常的重要。嘛，对着咱农民甲咱消费者吼，拢是吼，甲因做好着因这个销售啊，甲把关的这个工作啦吼。这么这当中当然吼，咱这个农业局吼，咱真认真吼咧做吼。今仔日真感谢咱农业局长吼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谢谢局长。谢谢主持人。谢谢。那么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吼，我们下次见。